歡迎嚟到太醫館，我係吳凱勤醫師。腎病泛指所有影響腎臟健康的疾病，其症狀因病而異，初期可能沒有明顯症狀，而早期診斷與治療對於延緩病情惡化至關重要。上回我哋認識到中醫所講嘅腎虛同埋西醫所講嘅腎病綜合症係截然不同，又認識到腎病綜合症初期唔會有明顯嘅症狀，一旦小便有泡、夜尿多、腳水腫嘅時候，已經唔係早期。所謂病向淺中醫，我哋梗係希望可以喺早期嘅時候及早發現，而作出適切嘅治療同埋生活作息調整。呢個時候，對於中年人或者長者嚟講，定期嘅身體檢查就變得十分重要啦。咁有咩身體檢查係可以對早期嘅腎病綜合症有明顯提示呢？我哋睇埋落去啦。醫師啊，上次我聽完你講小便有泡就係腎病，我翻屋企就留意下啦，點知真係有喎，嚇死我啦！我要做啲咩檢查？你冷靜啲先啦。一般嚟講呢，要知道係咪腎病呢，我哋會驗血、驗尿、度血壓同埋做超聲波活檢，都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到睇到係咪腎病。啊，咁多嘢要做晒，檢查費咪好貴咯？哇，我唔查啦。咁又唔係，唔需要一次做咁多項㗎。咁我哋要按部就班咁嚟嘅。咁我量個血壓就知道自己有冇腎病啊？咁又唔係喎，血壓係好常用嚟評估呢個腎病相關嘅指標嚟嘅。咁但係佢唔係診斷指標。高血壓嘅人咧會有比較高嘅機率對呢個腎臟造成傷害。咁腎病後期咧排唔到尿嘅時候，都會導致到血壓增高。高血壓同埋腎病咧唔係直接關係，但係佢哋有明顯嘅關聯性喺度。我聽唔明喎，即係唔得啦。咁點解又要做啊？度血壓喺腎病入面好重要㗎，可以判斷身體嘅血管入面嘅血液有幾多，對心臟對腎臟有冇造成壓力，有冇發展成為急症嘅重要指標嚟嘅。咁講返去腎病檢查先啦，身體健康先至係最緊要嘅，金錢都係其次。所以我哋提倡中年人以上嘅人士啦，需要定期嘅身體檢查。常規嘅檢查包括驗血啦、驗尿啦，都可以早期去到發現到腎病嘅端倪嘅。咁血液同尿液入邊可以揾到啲咩問題，幫我哋及早發現腎病呢？血液入面有我哋可以揾到嘅肌酸酐啦、尿素氮。聽都未聽過喎，咩係肌酸酐，咩係尿素氮啊？肌酸酐係肌肉活動入面產生嘅代謝廢物嚟嘅，每日咧都會產生而留喺血液入面。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啦，腎臟會將佢穩定咁樣通過血液咁樣過濾出去排出體外。但係當腎功能下降嗰時咧，肌酸酐就冇辦法有效咁排出，血液入面嘅肌酸酐濃度就會升高。尿素氮咧亦都係身體分解蛋白質之後咧所產生嘅有氮嘅廢物，咁同肌酸酐一樣。腎功能變差嗰時，血液入面嘅尿素氮咧就會升高。呢兩個指標喺腎功能過濾能力出現異常嘅時候就會發生改變，係早期可以發現腎病嘅重要資料嚟嘅。同時呢兩個指標亦都可以直接反映病情嘅進展同埋嚴重性，所以抽血係一般驗腎功能嘅必要項目嚟。哦，原來係咁重要。咁我記住肌酸酐同埋尿素氮呢兩個詞啦。尿液檢查亦都係一樣，如果我哋見到尿液入面有唔應該出現嘅大分子，咁都可以提示我哋腎臟有受損嘅跡象。同時咧，尿液入面太多肌酸酐咧，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呢啲大分子通常咧都係蛋白質啦，同埋紅血球。啊，我知啦，啲尿有紅血球，咁咪即係啲尿會變成紅色咯。見到紅色就嚴重啲㗎啦。初期腎受損嘅時候咧，小便排出紅血球，屬於隱血，肉眼係察覺唔到㗎。腎炎、輸尿管或者膀胱發炎啊、腎結石啊、腫瘤啊，都會出現隱血嘅。而且當揾到血尿嘅時候咧，就表示紅血球流失得比較多。長期係咁嘅話，會影響貧血㗎。哦，原來係咁。咁蛋白質呢，成日聽啲老人家話蛋白尿呢會見到啲小便有泡，其實個沖力勁咪有泡咯，就好似男仔喺度去廁所嘅，咁高沖落嚟一定有泡噶啦。好多人同你諗法一樣，但係其實唔同㗎。男女小便都可以出現有泡嘅，呢兩種情況製造嘅泡係唔同㗎。就好似瀑布嚟講啦，咁佢啲水咁高咁樣沖落嚟呢，咁成個下游咪都係會係泡咯。都會有啲泡嘅，不過呢好快就會散。
冇錯啦，個重點咧就好快就會散，所以成個瀑布嘅下游咧唔會越嚟越多泡積咗喺度。咁而你諗下，我哋平時倒啤酒嗰時，佢唔需要好高咁樣衝落嚟㗎，咁亦都可以製造到好多泡。係喎，仲成日倒瀉添，點解嘅？咁係因為咧，如果小便入面有蛋白質嘅時候咧，佢會降低咗尿嘅表面張力。咁表面張力變低嘅時候咧，嗰啲泡泡咧就會變得穩定，變得唔容易消散，咁會維持幾分鐘甚至更加耐嘅時間㗎。咁驗血驗尿，咪知道個腎有冇事咯？影像學檢查活檢係咪可以唔做㗎？唔係，通常咧驗血驗尿發現咗腎功能有問題之後咧，醫生會再建議病人再做影像學檢查㗎。我知啦，可以賺多啲錢。都唔係，影像學檢查有佢嘅必要性，而且好重要添。例如呢？當驗血驗尿發現咗腎功能出現異常之後咧，我哋要問一個問題：點解腎功能出咗事？係腎臟本身出咗事啊，定係其他地方有問題導致到個腎出事？咁呢個病係急性啊，定係慢性嘅？呢個腎臟嘅損傷係可以逆轉定係不可逆轉？有幾嚴重？用咩方法去治療？醫師，你又話問一個問題，但係你啱先問咗好多個問題喎。咁所以咧，通過影像學檢查就可以解開好多謎團啦。通常都係首先做超聲波檢查，去睇下有冇腎結石啊、輸尿管血結石啊，有冇腫瘤、有冇多囊腎等等嘅結構異常。喺觀察成個腎嘅外臟區域咧，亦都可以辨識到啦。咁佢係一個急性嘅損傷定係慢性嘅損傷？觀察佢嗰個大小咧，可以知道腎有冇問題。例如長期嘅慢性腎病咧，就會出現腎萎縮啦，即係個腎變細咗。咁都知道好多嘢喎，每個腎病人咁做個超聲波咪得咯？超聲波係因為佢無創啦，做起上嚟冇咁辛苦，所以佢經常係一個優先嘅排查手段嚟嘅。但佢唔係萬能㗎。頭先我哋講過啦，腎嘅結構異常啊，嗰啲情況之下做磁力共振，即係 MRI，發現腎石啊、腫瘤嗰時咧，咁佢仲要做一啲嘅電子掃描啊、CT 啊，去到搞清楚佢嗰個大小同埋嗰個部位等等嘅關係。如果影像學檢查咧揾唔到原因嘅時候咧，咁就要做活檢啦，即係腎抽針。喺個腎度抽針，咁咪好痛咯？少少啦，都係局部麻醉，絕對臥床休息，平瞓6至8個鐘，唔可以轉身或者起身㗎。哇，聽到都覺得好痛啊！唔制唔制。咁冇人想做嘅，但當我哋發現個腎有問題嘅時候咧，明確個病因好緊要，要做嘅檢查都係要做，而且活檢會決定腎病嘅治療方式同埋佢嘅預後，對腎病嘅病人好有意義㗎。及早去到明確病因，及早得到適切嘅治療，咁先至係醫病嘅上策。所以我而家就去驗個血，做個超聲波檢查，就知道自己有冇腎病啦。今集我哋了解到驗血、驗尿、驗血壓、影像學檢查、腎切片同埋腎病綜合症嘅關係。下集講下點樣從日常生活入面去到發現自己有冇腎病呢？咁重要嘅嘢你唔早啲講？唔使急，腎病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㗎，我哋一步步咁樣去到帶大家認識。記得關注我哋太醫館，了解更加多關於腎病嘅問題。我係吳凱強醫師，我哋下集再見。